这一段时间我接了几个辅导，都是想进行生命重整。他们个人纠结的起点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同，有的是关乎职场发展的卡顿，个人陷入忧郁，有的是面对未来职业选择的困惑，一直害怕做出选择，有的是在亲密关系中常常难以表达内心需求，也有是在个人性别与身份认同方面感觉到危机。无可否认，如果我们不想只停留在头疼一头脚痛一脚的解决问题方式，他们在重说人生故事的过程就必定会触碰到儿女身份和家庭土壤的人生重要议题。但是很多朋友凡是听到儿女身份、原生家庭或者家族土壤这些词语，就立刻被莫名沉重、压力和恐惧却步。你知道背后的原因吗？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再提？自己现在的问题自己承担，不要归咎上一代，这样太不负责任。已经忘记了，很多小时候的记忆都很模糊，应该也不太重要吧。其实我已经饶恕了那些伤害我的人，再去提这些事情是不是显得我在控诉他们？以上的想法会不会也是你的心底话呢？本来可以通过认识自己原生家庭获得更多重要的线索，但是因着这些想法，我们就可能把成长这一道门完全的关闭起来。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人生的发展在时间线上本来是有它的连续性的，昨天的事塑造了今天的你，当下的那个你也会影响你未来很多选择。所以我们想去了解今天自己为什么长成这样，特别是这里说的不是自己或是别人看得到外表的那一层，是在说里面真实的我。没有别的路，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过去。回到父母这街沙从2015年推出，曾经在多个城市举行。这是一场结合心理成长、故事重说和创意艺术的工作坊。记住，不是讲座，是探索自我的内在旅程。我会用自己亲身走过10多年弯路的经历，加上做回生命教练，当我整合前线辅导的经验，我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内心有很多内耗与纠结，都有可能与我们是否回到父母这街上有关系。我想在工作坊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如何透过认识我的上一代重新认识我自己，我又是如何通过一点一滴创意的尊荣行动打破过去僵化的家人关系，见证新的养分重新倾注干寒的家族土壤。如果你也很想明白儿女身份揭盖与尊荣之间互为的关系，他们对你的人生发展究竟有什么深远的影响，请把握机会参加这一场探索旅程。